各位觀眾朋友喺繼續收睇我哋嘅本周精選之前，麻煩大家撳一下個關注鐘仔，表示下對我嘅支持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農曆新年就到啦，過年前當然要準備年貨同團年飯食材。我哋每周超市優惠精選已經製作好啦，希望幫大家買得精明，煮得開心。預祝各位馬年新春大吉，身體健康，合家平安，萬事如意，主恩滿盈。跟住落嚟就同大家睇下呢個星期各大亞洲超市有啲咩超值正嘢，值得大家留意一下。
咁我哋再嚟睇下本地幾間集團超市呢個禮拜有啲乜嘢嘅超筍優惠。如果你覺得我哋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，用最短時間計劃好今個星期嘅購物路線同餐單，請大家幫手介紹俾身邊嘅親友，等更多朋友分享到我哋嘅製作。本周影片結束之前，如果觀眾朋友有咩意見，都好歡迎大家留言指教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周再見，拜拜。